天性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21页，解释甲正文第21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8章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8章。就是解释甲佛向性中作，木向心月求。即马要来说来解释下面，下面就是自性灭，即是众生；自性觉，即是佛；慈悲，即是观音；喜舍名为世智；宁静，即释迦；平直，即弥陀。应该呢，要来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啊，慧能大师就讲，我要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解移在面头前，互恁各位看。迄当阵，伫地听经的大众非常的欢喜。慧能大师就甲因讲啦，讲咱这个世间人拢有这个色身。这个色身呢，就是一个城。伫遮所讲的城，应该就是自西方极乐世界的城。城呢有5个门，就是眼耳鼻舌身。内底咧，佫一个意门，就是属于心啦。假如讲咱若是要来成佛，一定咧向自性去求。就是讲向自性去修，毋通向生活要来去求。这是在前面慧能大师所开始。即马说来讲自性灭，即是众生。讲自性若灭啦，就是众生。自性若灭，意思就是讲灭了自性。自性。这是每一个人拢记住，而且呢，自性的本身啊，是一种的灵灵觉觉，时时刻刻呢，都有智慧光明照了之用。自性本身呢，是灭灭，在这个所在，所以叫做讲做自性灭，应该就是讲灭了自性。就是讲灭了自性呢，就是众生。也就是讲，咱本身呢有迄个自性，咱却呢毋知影讲本身有一个自性伫咧，那就是众生。你看，咱现出时，咱伫咧做众生。虽然教主释迦牟尼佛甲咱教，或者是讲六祖慧能大师甲咱指示。讲咱有一个佛性，咱听讲咱有一个佛性，知影讲有一个佛性，但是咱的佛性到底在哪里呀？事实上呢，咱毋知，这就是迷啦。因为咱虽然有佛性，咱毋知影咱自己佛性是伫倒位，也毋知影讲这个佛性到底是生做圆啊，生做扁。所以呢，咱现在就是迷，迷呢就是众生。自性若是觉呢，就是佛；自性若是觉，就是佛。换倒转来讲，就是讲你若是会当互来觉悟自性，会当互来了悟自性，那就是佛啦。所以众生甲佛。就是对自性是迷或者是悟的差别。对自性有迷有悟的差别呢，所以变成就有佛有众生有凡夫有圣人。用自性的本体讲起来，无所谓迷悟，无所谓佛众生，无所谓凡夫圣人。用自性本身讲起来啊，迷悟圣凡。众生甲佛呢，即款呢拢是无，在自性中是无即个物件。
一切拢是平等平等。分为众生甲佛，分为凡夫甲圣人，那就是到底对自性是迷或者是悟？因为悟呢，就变成就佛道；有迷呢，就变成是众生。所以，伫咧学佛修行人最重要就是讲如何会当来了悟咱本来所具足的佛性。迄边讲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世智，慈悲喜舍，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甲咱开示的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为什么佫做讲做无量心呢？因为慈悲喜舍，这拢是对众生，也众生是无量，所以呢，用在众生身上的心，应该是广大无边。要安尼讲起来呢，所以名叫做讲做无量。慈悲即是观音，讲你的内心啦，若是有慈悲啊，就是观音啦。观音菩萨是在什么所在呢？观音菩萨呢，也是咱自心。慈悲的就是观音菩萨。在过去有这个因缘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人，平常时呢真不好，有一天呢反悔了，想讲要去南海普陀山，要去朝拜观世音菩萨，也可以讲就是要向观世音菩萨来求忏悔。直行，行到南海普陀山，行到半路咧，问人讲南海普陀山伫倒位啊？迄个人甲问讲你去南海普陀山要创啥？伊讲我要来去拜观世音菩萨啦。迄个人甲讲南海普陀山无观世音菩萨啦。伊讲无观世音菩萨对去啊？伊讲观世音菩萨都伫恁兜啊？伊讲阮兜敢有观世音菩萨？伊讲有，你赶紧转去。你转去恁兜看，鞋啊穿颠倒骹，衫穿颠倒边，迄个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哦，迄当阵伊即个人听到讲因兜有观世音菩萨，就安尼呢，就翻头转来。翻头转来，甲因厝已经是真暗啊，已经是3更半暝。3更半暝，因为平常时阵，即个囡仔是真歹。若平常时阵，甲因老母叫门，因老母若敲门来开门呢，伊就甲拍，就是遮尔只不好做。所以3更半暝，听到因囝伫咧弄门，即个老母啊，赶紧就爬起来，将面床扯起来，骹就拢咧，鞋就拢咧，啊，即马衫就穿落，就出来了。结果呢，鞋穿颠倒骹，衫穿颠倒边。迄当时阵，因为即个囡仔听到讲，有人甲伊讲恁兜鞋穿颠倒骹，衫穿颠倒边，迄个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哇！这样就甲跪就甲拜落去，甲跪甲拜落，原来呢就是因老母。这呢正就是遮所讲的慈悲，即是观音。因为因老母对即个囝呢非常的慈悲。虽然是讲因即个囝遮歹，起性地甲伊拍，照样呢，甲伊照顾内底，照样煮互伊食，照样甲伊洗衫裤，照样甲伊关心。即款的慈悲心呢，这实是真正难得。所以咱人呢，若是有慈悲心嘛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假如讲若是无慈悲心啦，当然啦，就毋是观世音菩萨咯。慈者就是使人得到安乐，悲呢就是使人解脱痛苦。所以凡是你有迄个心，要互人得到安乐，你有迄个心要拔除人的痛苦，这就是慈悲心。
这个慈悲心呢，就是观音菩萨的心。所以咱要来信仰观音菩萨，要来求观音菩萨，自己呢，若是有慈悲心啊，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毋免去到真远去求。尤其是咱普通要求观世音菩萨，拢是爱观世音菩萨来甲咱救苦救难。咱有灾难，咱有问题，所以爱菩萨甲咱加庇。但是咱的灾难、咱的问题，有当时阵啊，咱若是有一个慈悲心，要来同情众生，要来救度众生，看到众生伊的灾难痛苦比咱较严重，迄个时阵啊，咱会将自己的灾难痛苦给背起哩。一个比较之下，讲咱的痛苦要算啥物痛苦啊？咱的灾难要算啥物灾难啊？比咱较痛苦，比咱灾难较严重一大堆。要哪呢呢？咱的灾难痛苦无形中呢，就等于无会共款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咱自己呢为着要救度众生，咱自己的灾难也自然消灭了。迄边讲喜舍名为世智，这个喜呢就是随喜啦，这个舍呢就是舍弃。随喜，啥物叫做讲随喜呢？随喜，则就是讲别人有得到好的，咱替伊欢喜。这个喜呢，是甲嫉妒心相反。咱众生呢，拢是嫉妒心正重。咱有一句话就咧讲做“笑人贫，怨人富”。人伫咧善车，咱会共笑；人伫咧好业，咱呢伫咧共埋怨。这是咱人的心理。所以，人有趁大钱，咱嘛是放袂下；人得到有好的地位，咱嘛放袂下；人有修行、有学问、有本事，咱嘛是放袂下。这就叫做嫉妒心。这个喜呢，就是甲这相反。哇，某人真勇讲，哎呀，足欢喜。某人真修行，哎呀，咱足欢喜。某人呢，伊修行了相当有成就，哇，咱足欢喜。或者是讲某人伊得到地位，趁到大钱，伊的事业真成功，咱也该欢喜。这就是遮所讲的喜。这个随喜，外表看起来，敢若是讲真简单，要都。人好诶，咱替伊欢喜就是啊。讲是安尼讲啊，做起来实在是足无简单。因为别人诶好，就表示讲咱呢比较之下呢，咱就比人呢较差啦。比如讲依靠修行，一个比较了咱所无修行；依靠学问，一个比较咱所无学问，咱比较差咯。当然呢，就放袂下，心肝底呢就艰苦了。所以一旦好喜，就是无简单的代志。这个舍就是讲不执着，一旦放弃一切，对我执，对我所有执，一旦来甲去掉，这就是叫做舍。一旦我随喜，一旦我无执着，这就是名叫做讲做世智。世智就是讲大势至菩萨。本来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是在阿弥陀佛的身躯边两位啊，伫咧帮忙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菩萨。对于观音菩萨甲大势至菩萨伊的形象，在这个所在，我应该啊来甲咱各位做一番的说明。依照咱目前无论是画的像，或者是讲雕刻的像，阿弥陀佛是男众生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女众生。所以对佛教无信仰的人呢，就会生起一种的诽谤，
做口业，讲你看因佛教，中是一个查甫啦，两边边啊是查某的，讲一寡歹话。在即个所在，咱就要研究讲，为什么阿弥陀佛是庄严众生观音摄持菩萨诸如庄如众生呢？这只是咱中国人的一种的信仰，也可以讲就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咱中国的应化实现。事实上，佛菩萨也袂使家叫做讲男众生，也袂使家叫讲女众生，乃是一种的大丈夫的庄严相。到佛菩萨已经超越了男女欲，所以呢，就无有分男女的形象，就是一个庄严的大丈夫相。咱现在是伫咧崇拜佛像，拢是根据咱人的形象来装的。当然，佛菩萨伊的庄严相毋止安尼啦。你若甲看《无量寿经》，或者是讲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就可以了解讲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偌庄严嘛。伊的庄严毋是咱现在时该装出来安尼一道表现。那咱现在是该装的该画，无过就是采出咱人的相，做一种的迄个表现语义。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咱即个世间伫咧度众生，为着要度一寡遮女众，伊现女人身来甲度。所以传说落来，观音菩萨、势至菩萨呢，就该为女人身。事实上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乃是一种大丈夫相。你若甲伊当作讲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女众，那就是一种的非常完全的错误。但是有一寡社会人根本不了解，以为讲菩萨呢就是女众。即马遮慧能大师就讲，慈悲呢就是观音喜舍名，叫做讲摄持。所以，假如咱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咱有慈悲心，有喜舍心，咱就是观音，就是摄持。下面讲宁静即释迦，平直即弥陀。所以，叫做讲做宁静。释迦牟尼应该名叫做讲做宁人寂灭。这个宁人就是讲会当好实行人主的意思。这个牟尼叫做讲做寂灭，就是讲佛啦，伊时时刻刻都安住在禅定中。也伫遮叫做讲做宁静的这个静是咧静啥物呢？就是讲，会当好静伊的心，伊的心静呢，角度都是清净。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教人修行啊，就是讲爱静了身口意的三业，所以会当好来实行人主，会当好来静身口意的三业，安尼就是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佛伫倒位就在这个所在。咱会晓来实行人主，咱会晓来修行净三业这个所在咱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下面讲平直即弥陀，这个平就是平等，直就是讲心直，就是讲假如你的心若是真正平等。平等就是无分别咯，袂去分别权格。你的心呢会当好平等，无去分权格。你的心呢会当好真正直，真正率直。安尼呢，就是阿弥陀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迄个路遐尼只平坦
这拢总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心真平。咱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为什么有关山有低的这个坑坎呐？就是咱娑婆世界众生的心无平等，咱的心呢，关系差真济啦。因为咱的心差别真大，所以结果呢，就变成了世界的无平。也凡是你若会当平的，这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咱有一个平等的心，有一个率直的心，这就是阿弥陀佛。下面讲人我是须弥，舍心是海水。人我就是讲有这个人我相，有分你有分我，这咪叫做讲做人我。这个人我呢，就是叫做我执啦。咱人呢，拢以为讲这个身躯是我的，也咱对咱自己的身躯要甲伊主宰，要甲伊支配。因为认为讲这个身躯就是我的，也若呢，除非我这个身躯以外，这都毋是我的。所以变成讲，你的身躯是你的身躯，我的身躯是我的身躯，就有你甲我的分别。这就是遮所讲的人我，也都叫做人我相、我执。这个人我相，这个我执是啥物呢？就是须弥，须弥就叫做须弥山。须弥山，这是一座非常悬、非常悬的山。这座山铺海水84000由旬。沉伫海水内呢，阁有84000由旬。这个84000由旬呢，也就是伫咧形容咱众生的84000的烦恼。也这座须弥山，是这座真正大、真悬的山。这座山若甲咱挡掉了咱要过去就袂当过。所以这个须弥山呢，这就是一种隔界，一种的阻碍意思。也咱众生呢，以为有这个人我心、人我相，所以就处处隔界处处障碍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为什么有种种的对立？你对我歹，我对你歹。有这人我是非呢？有这人我是非，就是有这个人我相来。所以呢，就敢若像一座须弥山隔界掉的共款。咱有一个人我相，所以有一个你甲我的对态。迄个中间的隔界，迄中间的阻碍就敢若像讲一座须弥山甲你顶掉的共款。咱呢，伫须弥山这边，伊呢伫须弥山迄边，人甲人的感情呢，就无法度互来融通啦，就无法度互来融合。人我是须弥，即句话咱原来应该爱好好来去甲伊体会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为什么感情袂当好融通？就是有一个人我相。你若是无打破人我相，无论倒一个人，咱呢拢以这个对立的心，要来甲伊做一堆，来伫咧过团体生活，这是一个真正痛苦的代志。为什么呢？我看到你，你也无欢喜；你看到我，我无欢喜。在这个所在就变成了一种的迄个痛苦中伫咧过生活。所以叫做讲做怨憎会苦，就是即款的。怨憎会苦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感情无好，但是这个世界呢是真恶。互你讲感情无好来讲呢，讲最好我毋爱甲伊做伙。但是过来嘛是拄着，过去嘛是拄着，也拄着呢，大家就心肝底就起艰苦啦。这都是名叫做怨憎会苦。咱爱了解佛教一句话，
讲未成佛道，先结人缘。因为咱要来成佛，必须行菩萨道。菩萨道会当好圆满啦，才会当成就佛果。要如何来行菩萨道呢？就是要度众生。你要度众生呢，必须爱先甲众生结缘。每一个众生呢，都必须甲伊结缘。安尼啊，以后所有的众生呢，才会当互咱甲伊度化来。所以，咱要行菩萨道的人，咱心量爱广阔，袂使讲这个众生甲无缘啦，迄个众生甲有缘啦，袂使你去分迄个讲有缘无缘。所以，咱做人的原则应该爱抛定一个讲，我尽量要甲人结善缘，但是伊毋爱甲我结善缘，这是伊的代志。所以，无论倒一个人，咱诚心诚意对待伊，无一个人我分别。我真正诚心诚意对待你，你要以恶意来对待我，这是你的代志。我无一个私密线伫咧，无一个私密线的界限。但是你本身你有一个私密线的界限，这是你的私密线，这毋是我的私密线。也就是讲，我要对一切众生结善缘，但是呢，你毋甲我结善缘啦，这变成讲是你的心刻意。我要甲你结善缘，这是我的心量的广大，以这个来作为做人的原则。那一般的社会人的想法都毋是安尼咯，讲假下讲，咱要对伊好，伊都无要对咱好，咱说袂晓唱讲，袂会笑讲人呢。这是社会人的讲法，在咱佛门中就毋是安尼。在咱佛门中，咱有慈悲，这是咱的代志；伊无慈悲，这是伊的代志。咱心量广大，这是咱的代志；伊心量刻意，这是伊的代志。以这个呢，来作为学佛修行、待人接物的原则呢，就绝对无毋对。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讲的这几句话：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世智；宁静即释迦，平直即密道。人我是私密，这个道理啊，咱爱甲背起来，爱常常甲体会，在体会中常常去甲应用，安尼咱才会当确确实实得到佛法的好处，才会当得到无上的甘露法味。最虔诚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到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